咁就祝弟兄姊妹主你平安，新年快樂。咁今日嚟到第6周嘅信息，咁篇題係講到基督作為那有天上地上所有權柄嘅一位。咁今日我哋主要嚟睇一睇權柄呢件事。咁權柄喺聖經當中係一件十分大嘅事。馬太福音28章第18節記載住主喺復活之後嘅事。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：天上地上所有嘅權柄都賜給我啦。因此喺呢一度我哋就見到篇題嘅出處。我哋嘅主佢係神格嘅第二位，佢成為咗受差遣者，受差遣成為一個有血有肉嘅人，又信服至死，且死喺十字架上。因此神將佢升為至高，並賜他所有嘅權柄。咁我哋望一望腓立比書2章11節先。你們裡面要思念基督耶穌裡面所思念嘅，他本有神嘅形狀，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之爭，緊持不放，反而倒空自己，取咗奴僕嘅形狀，成為咗人嘅樣式。既顯為人嘅樣子，就降卑自己，順從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將佢升為至高，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嘅名，叫天上嘅、地上嘅和地底嘅，在耶穌嘅名裏，萬膝都要跪拜，萬口都要公開承認耶穌基督為主，使榮耀歸於父神。咁喺腓立比書當中，保羅記載住我哋嘅主7次嘅降卑，因為佢肯降卑同埋順服至死，且死喺十字架上。因此，神將天上地上所有嘅權柄都賜給俾我哋嘅主。喺今篇嘅信息，我哋必須要注意一件事，就係權柄係一個十分大嘅事。咁所以我哋要先認識乜嘢叫做權柄，並且需要看見神係嗰個有獨一權柄嘅一位。但係喺宇宙之間，神同埋撒旦之間嘅爭執就在於權柄。感謝主，神興起我哋，盼望我哋都有人能夠如同摩西一樣，能夠做今時代嘅代表權柄。咁我哋點能夠做佢嘅代表權柄呢？而今周信息都會有覆蓋㗎。咁我哋先嚟望一望今周嘅經節先。咁然後呢，我哋除咗做代表權柄之外呢，最重要嘅並且要學習如何嘅禱告，有懇求嘅禱告，有讚美嘅禱告，亦都有最高嘅禱告。乜嘢叫做最高嘅禱告呢？就係權柄嘅禱告。咁我哋今日都要嚟望一望咩叫做權柄嘅禱告。咁喺睇信息之前呢，我哋先簡單嘅望一望今周嘅經節先。馬太福音7章29節，因為他教訓他們，像有權柄嘅人，不像他們嘅經學家。咁就主，我哋嘅主，佢教訓百姓，唔係用一啲嘅知識同埋道理，佢乃係用權柄去教訓佢哋嘅。因此，主嘅教訓並不像經學家。當人們聽見主嘅教訓之後，佢哋都好驚訝。點解呢？因為我哋嘅主係一個有權柄嘅人。馬太福音21章24節，耶穌回答他們說：我也要問你們一句話，你們若告訴我，我就告訴你們，我仗着什麼權柄作這事。因此我哋嘅主佢係一個認識權柄嘅人。路加福音5章24節，但要叫你們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嘅權柄，就對癱子說：我吩咐你起來，拿你嘅小臥榻回家去吧。咁我哋嘅主在地上能夠赦罪，
咁然後呢，主就反問佢哋啦，究竟你覺得叫一個人赦罪容易啲，定係叫一個癱子起身容易啲呢？從表面看嚟，就咁叫人話我赦你嘅罪，梗係容易啦，簡單咁講講啫嘛。咁但係呢，主為咗要顯明俾人睇，佢實在係有赦罪嘅權柄㗎。咁因此呢，佢就話啦，叫癱子起身係難啲嘅。咁但係呢，藉著我叫癱子起身，我就俾你知道我係有赦罪嘅權柄嘅。羅馬書9章21到22節，窯匠難道沒有權柄從同一團泥裏拿一塊作成貴重嘅器皿，又拿一塊作成卑賤嘅器皿麼？若是神願意顯示佢嘅憤怒，彰顯佢嘅能力，就多用恆忍寬容那些可怒嘅，預備遭毀滅嘅器皿。咁就主，我哋嘅神係窯匠，佢有權柄從一團泥當中呢，按住佢所願意呢嚟塑造佢嘅器皿，有啲係貴重嘅，有啲係卑賤嘅。希伯來書第13章第17節。你們要順從那些帶領你哋嘅，且要服從，因為佢哋為你哋嘅魂警醒，好像要交賬嘅人。你哋要使佢哋歡樂嘅做這事，不致嘆息。若嘆息，就怨你們無益啦。咁就主喺召當中，我哋長幼有序，層次分明。我哋旁邊有可聯結嘅肢體。在上亦都有要順服嘅權柄，我哋必須要學習如何嘅嚟順服神所設立嘅權柄。好，我哋望一望今週嘅大點先。第一個大點，我哋需要有關於權柄嘅定義。咁我哋嚟睇乜嘢叫做權柄呢？權柄最好嘅定義就係下命令、作決定並要求順從嘅權力或權利，通常源自職位、權力或專長嘅。咁我哋需要知道權柄就需要下命令、作決定並且要求別人嚟順從嘅一個權力嘅。在聖經裏，權柄係行使權力嘅道德正當性，終極來自並起源於神。咁就指所有嘅權柄都係來自於神嘅。行使權力實際上嚟講有佢嘅道德正當性嘅。咁第二個嘅大點，神係最高嘅權柄，佢有一切嘅權柄。咁我哋必須要看見呢件事，在宇宙當中，神係最高嘅權柄，佢有一切嘅權柄嘅。第一個嘅終點，神嘅權柄代表神自己，神嘅能力僅代表神嘅作為。神嘅權柄實際上就係神自己，權柄係出於神自己嘅所示。無論乜嘢權柄，屬靈嘅、地位嘅、行政嘅，都是屬於神嘅。我哋摸到神嘅權柄，就係摸到神自己啦。碰見神權柄嘅，就遇見了神；得罪神權柄嘅，就係得罪神自己。在我哋與神嘅關係當中，沒有乜嘢比碰着權柄更重要啦。認識權柄係裡面嘅開啟，唔係外面嘅教導。咁就係主。咁我哋喺之前嘅信息當中，我哋都略略咁提過，所有真實認識神嘅，能夠被神所用嘅人，都係認識權柄嘅人嚟嘅。認識權柄嘅呢種認識分為兩種嘅，一種係外面嘅認識，另一種係裡面嘅認識。乜嘢何謂外面嘅或者裡面嘅？魏弟兄喺佢晚年嘅職事當中，佢教導弟兄姊妹要認識人。認識人最基本嘅就係知道佢喺得救之前係一個點樣嘅人，究竟佢係一個快嘅人定係慢嘅人？究竟佢係一個聰明嘅人、思想敏捷嘅人、做事快嘅人，一個厲害嘅人，一個有能力嘅人，定係呢個點樣嘅人？
然後當呢個人佢信咗主，得咗生命之後，喺神面前嘅學習係如何？外面嘅人有冇破碎？裏面嘅人有冇學習？我哋都需要去認識嘅。去認識一個人，我哋必須要知道人喺神面前嘅學習，總係分外面同裏面嘅。外面就係從聖經當中知道一啲嘅知識道理，然後按住呢個知識道理去實行。裏面嘅就係佢裏面真實嘅認識啦，看見啦，碰着啦，咁叫裏面嘅認識。舉個例子，聖經裏邊講到話，姊妹們需要喺聚會當中蒙頭，點解呢？因為蒙頭係一個服權柄嘅記號。因住我哋有咁嘅知識，然後我哋有咁嘅實行，咁呢個呢係外面嘅認識。咁當然啦，外面嘅認識總比沒有認識強，係咪？好啦，咁如果咧裡面嘅認識係乜嘢認識呢？就裡面嘅藉住聖靈喺環境當中嘅管教，裡面一次嘅碰見神嘅權柄，因此佢呢個人毀咗啦，對付咗啦，碎咗啦，以致佢呢個人不能再喺神面前抬頭啦。為什麼？因為佢認識權柄啦。因此我哋必須要知道，人認識權柄有外面嘅頭腦上知識上嘅，以致佢有一個服權柄嘅行為。而裡面嘅係主憐憫佢，開啟佢嘅眼睛，聖靈藉住外面嘅環境作到佢嘅裡面，佢裡面看見啦、認識啦、碰着啦，外面嘅人係毀咗啦、碎咗啦，以致佢每一次神藉住外面嘅權柄臨到佢嘅時候，佢都係帶住一個服權柄嘅標記嘅。咁因此呢，認識權柄記得係裡面嘅開啟，唔單止係外面嘅教導。外面嘅教導當然係重要啦。冇外面嘅教導，怎能夠有裡面嘅認識呢？咁但係呢，我哋唔單止停留喺外面嘅，並需要呢有裡面嘅開啟㗎。只有神係人直接嘅權柄，其他一切嘅權柄都係間接嘅權柄，神所設立嘅代表權柄嚟㗎。唯有我哋碰着神嘅權柄，我哋才能夠順服神所設立嘅代表權柄㗎。代表權柄係神在每一個時代喺地上所設立嘅代表。舉個例子，喺舊約當中，神用咗80年之久去訓練摩西，去作佢嘅代表權柄。點解我哋話佢80年呢？頭嗰40年喺神大能主宰權柄底下，摩西受住地上最高嘅君王嘅訓練。我哋必須要知道，埃及喺嗰個時候係世上數一數二嘅國家。由摩西輾轉去到宮中預備做王子，因此佢用咗40年之久，受住屬人嘅訓練，學識各樣嘅技巧。當然啦，有技巧係一件好好嘅事。咁但係咧，我哋需要知道咧，有技巧係有能力、有技巧、有才幹、有知識係不能夠為主作工嘅。因此咧，佢逃離咗埃及去到曠野，神用咗40年之久，另一個40年將摩西帶到去盡頭，以致喺80年來頭40後40 80年當中，神藉著各樣嘅環境嚟訓練摩西，以致摩西能夠作佢嘅權柄嚟帶領以色列人，唔單止出埃及，
經過曠野，並且進到美地。人碰住摩西就碰咗神，人聽見摩西就聽咗神。點解呢？因為摩西係嗰個時代神所喺地上設立嘅代表權柄嚟㗎。神不只要我哋順服佢自己，也要我哋順服佢一切嘅代表權柄㗎。咁我哋好容易會講話順服神係應該嘅，神係最高嘅權柄㗎。咁但係呢，神亦都要我哋藉住佢所設立喺地上嘅代表權柄嚟順服神自己。連看得見嘅人都不能夠順服，我哋豈能夠順服看得見嘅神呢？我哋常常話我哋能夠直接嘅與主交通係冇錯㗎，咁但係呢，看得見嘅我哋都不能夠順服。我哋好多時候都係自欺欺人，以為係直接嘅順服神自己，實際上我哋係唔順服㗎。咁所以神係用看得見嘅權柄嚟訓練我哋，叫我哋有裡面嘅開啟同埋認識，叫我哋看見權柄，亦都順服權柄。權柄喺宇宙當中係一件大事。主嘅工人能唔能夠為主作工，就看權柄呢個事。如果我哋係一班順服神嘅人，亦都順服佢所設立嘅權柄，我哋就有資格去為主作工啦。感謝主，主藉着各樣嘅環境，叫我哋唔單止有外面嘅認識，亦都有裡面嘅學習。三，一切不順服神間接權柄嘅人，都係不服神直接嘅權柄㗎。神要我哋順服間接嘅權柄，即代表權柄而得到屬靈嘅供應。咁記得，如果我哋不能夠順服間接嘅權柄，亦都係佢所設立嘅代表權柄。簡單嚟講，我哋就係不順服神。因此，順服係一件大事。盼望主憐憫我哋，叫我哋有所看見。保羅喺希伯來書當中就講到話咧，公義嘅話咧係糧嚟嘅。咩意思呢？喺我哋還在嬰孩嘅時候，我哋需要話奶。話奶就係啲比較簡單少少嘅話，如同恩典嘅話一樣。公義嘅話係乾糧，要長成嘅人先能夠聽嘅。權柄呢啲事對於普通嘅人嚟講，實在好難聽嘅。但願主係憐憫我哋，叫我哋真係有呢個恩典嚟進到呢啲嘅信息嘅深處，叫每個弟兄姊妹都能夠在主面前學習順服嘅功課。第八個嘅終點，我哋總得碰着權柄受神約束，也受代表權柄嘅引導。第三個大點，宇宙中有兩個大原則：神嘅權柄同埋撒旦嘅背叛。神和撒旦之間所爭執嘅唯一問題，就係與權柄有關嘅。背叛係否認神嘅權柄，也要拒絕神嘅管治。撒旦原是神所做嘅天使長，但由於佢嘅驕傲，佢高舉自己，干犯神嘅主宰，背叛神，就成咗神嘅對頭，並建立佢自己嘅國。咁喺以西結書第28章嗰度呢，我哋就見到撒旦因心中美麗而驕傲，有佢要高抬自己過於神。因此呢，在宇宙當中，我哋見到有兩個原則：第一個係神嘅權柄，第二個係撒旦嘅背叛。因着撒旦嘅背叛，佢干犯咗神嘅權柄，然後呢，佢成為咗神嘅對頭，甚至佢要建立佢自己嘅國。第二個嘅終點，當人犯罪嘅時候，就背叛神，否認神嘅權柄，並拒絕神嘅管治，就係巴別那裏人集體背叛神，要從地上廢除神嘅權柄。去到巴別嗰度，人呢集體嘅背叛神，要捉嗰個嘅巴別塔，塔頂要通天。佢哋集體嘅背叛神，要從地上面廢除神嘅權柄，因此神天使親自嘅
變亂咗佢哋嘅口音，以致佢哋不能夠再築巴別塔，去用人嘅努力去背叛神。第二個嘅終點，撒旦雖然干犯神嘅權柄，人也干犯神嘅權柄，背叛神，神卻不讓這個背叛繼續下去，他要在地上建立佢嘅國。第三，宇宙中爭執嘅中心，乃係誰該得着權柄嘅？我哋要和撒旦爭執，肯定權柄係屬於神嘅。我哋要全心順服神嘅權柄，維持神嘅權柄。第四個嘅終點，背叛嘅罪比什麼罪都厲害，因此喺撒母耳記上嗰度呢，當第一個王掃羅佢等唔切神，等唔切撒母耳親自用自己嘅手去獻祭嘅時候呢，撒母耳就同佢講啦，神喜歡我哋聽命過於燔祭嘅，順從呢係勝過羔羊嘅脂油嘅，跟住聽命順從係一件大嘅事。喺希伯來書，保羅就講到話呢，神為咗主去預備咗身體，好叫佢能夠實行神嘅旨意。因此，我哋作為人，我哋需要點樣樣？第一，需要聽命。點能夠聽命呢？我哋需要花時間，更多嘅與主有交通，以至我哋能夠聽。聽係一件好重要嘅事。撒母耳佢即時嘅開頭就係哈拿，因為不能夠生育，心裏好勞好受煩，去到殿中禱告。神答應佢嘅禱告，以致佢終身嘅獻撒母耳俾神。撒母耳在殿中嘅時候，神向佢嚟說話。以利雖然老啦，雖然舊啦，雖然佢唔認識神啦，放縱佢嘅兒子干犯神嘅祭物，咁但係呢，以利都教導撒母耳話咩呢？撒母耳，呢個係神嘅聲音，你需要聽。因此，撒母耳即時嘅開頭係開始於佢能夠聽得見神嘅說話。弟兄姊妹，你聽見神嘅說話嗎？如果我哋沒有花足夠嘅時間去到神嘅面前，仰望佢，等候佢，向佢禱告，亦都藉住佢嘅話嚟禱告，我哋怎能夠聽見佢嘅話呢？咁但當我哋講到聽話嘅時候呢，並不是真係有股聲音喺我哋耳中，喺我哋嘅頭腦裏邊。好多人因為神經比較衰弱少少，以至可能佢會聽到一啲奇怪嘅聲音。咁但係當我哋講到聽見神嘅聲音嘅時候，並不是真係有聲音。我哋拉直着禱告，在靈裏，神在我哋靈中嚟說話。我哋都需要花更多嘅時間嚟聽，並且要學習要有嘅順服。記得背叛嘅罪比乜嘢罪都厲害㗎。我哋願意為主去作工，我哋願意去為主去傳福音，我哋願意去為主去牧養聖徒。但係好多時候，我哋就唔願意去順服神，花時間喺佢面前等候佢，仰望佢，向佢禱告。我哋必須要記得，聽命勝於燔祭，順從勝過羔羊嘅脂油。我哋願意為主作工，一件好嘅事。不過咁，主更樂意我哋學習順服。順服係一件大事。我哋必須要記得，背叛嘅罪比乜嘢罪都厲害㗎。第四個嘅大點，以權柄代表神嘅人，必須有以下嘅資格㗎。咁我哋之前都講過話，神在每一個年、每一個時代都按住佢嘅名嚟興起一啲嘅人嚟作代表權柄㗎。舉個例子，喺舊約當中，我哋見到有摩西，亦都見到有撒母耳。
我哋在新約當中怎能夠作佢嘅代表權柄呢？代表神必須有以下嘅資格㗎。咁第一件事就必須服權柄。第二件事，他必須認識佢自己並沒有權柄。咁我哋之前都講到啦，神自己就係權柄，有神就有權柄啦。喺我哋自己當中並沒有權柄嘅。好多時候在教會生活當中，因為我哋年長，因為我哋得救嘅年日比較耐，因為我哋可能有一啲嘅恩賜，有一啲嘅能力，我哋就認為我哋有權柄，我哋渴望弟兄姊妹嚟聽我哋嘅說話，聽我哋嘅交通。如果我哋看見我哋自己首先需要服權柄，並且知道我哋自己並沒有權柄，我哋就唔會要求弟兄姊妹必須要聽從我哋嘅意見，聽從我哋嘅吩咐，虛心嘅嚟聽我哋嘅交通。有神嘅話嘅人就唔會要求別人嚟聽。認識權柄嘅人亦都唔會以權柄為自居，因為佢看見做神嘅代表權柄嘅責任係何等嘅龐大。當摩西喺以色列人面前沒有正確嘅嚟代表佢，以致佢嘅懲罰係何等嘅重，佢被禁止入迦南美地。你諗一諗，神用咗80年咁耐，並且喺曠野飄蕩咗40年，足足有120年。摩西佢係何等嘅盼望能夠進到迦南美地，神所應許嘅地方，但係神唔容許佢入去。點解？因為佢喺人面前沒有正確嘅嚟代表佢。因此作權柄係一件大嘅事。你認識權柄，你就唔會渴慕喺人面前作權柄㗎，亦都唔會被得罪。當人唔服你權柄嘅時候。第三，佢必須認識神嘅旨意。第四，佢必須是否認己嘅人。第五，佢必須與主時刻活在與佢親密嘅交通裏。盼望我哋都能夠成為一班認識佢旨意嘅人，天天否認己，背起自己嘅十字架，並且時刻嘅與主時刻活在與佢親密嘅交通當中。如果我哋唔過個否認己嘅生活，我哋就不能夠過教會生活。否認己係背十字架嘅關鍵，救人係不能夠背十字架噶。我哋以為我哋能夠為主做許多嘅事情，實際上當人輕視我哋、唔理我哋，甚至冒犯我哋嘅時候，我哋就唔開心，被絆跌啦。我哋以為自己係 somebody 啦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哋需要點樣呢？我哋需要否認己，我哋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啦。現在活着嘅不再是我啦。我哋已經死咗啦。嗰啲消極嘅感覺、冇嘅感覺，都與基督一同埋葬啦。我哋學習否認佢，嗰個假嘅、虛謊嘅，以神嘅話為真實。喺咁樣嘅基礎底下，我哋才能夠過十字架嘅生活。否則嘅話，少少嘅唔如意，少少嘅難處，可能一個眼色，一個弟兄嘅說話，我就被絆跌，我哋就被冒犯啦。弟兄姊妹，我哋要聽主嘅話，否認己，才能夠背十字架，與主時刻，時刻活在與佢親密嘅交通當中。第六個嘅終點，佢必須不主觀，不照着自己嘅感覺行事。他必須對人親切有恩典。他必須在復活裏，係在復活裏面嘅人，活在基督復活嘅生命裏。他在神面前必須站在卑微嘅地位上面。他必須是受得起頂撞嘅。
第11，他必須自己覺得唔得，自以為不配㗎。咁當然啦，我哋看到呢種種嘅時候呢，千祈唔好以為我哋我真係好唔得啊，好唔配啦。唔係自己呃自己，唔係自己勸勉自己，唔係藉住呢個道理我哋改變自己，都唔係㗎。我哋需要呢，藉住否認己、背十字架、與主有交通、活在復活裏。我哋才能夠呢，與主嘅生命是一。主嘅生命就係一個卑微嘅生命，主嘅生命就係一個受人頂撞嘅人。喺服侍主嘅事情上面，我哋係唔得嘅，我哋唔配嘅。係藉住聖靈喺我哋裏邊嘅啟示，叫我哋能夠有所看見嘅。12，他必須是正確代表神嘅人嚟嘅，盼望我哋都能夠呢，正確嘅嚟代表神。第5個大點，最重要、最屬靈嘅禱告，乃係權柄嘅禱告。咁我哋今日呢，最緊要認識一個權柄嘅禱告。權柄嘅禱告乃係用權柄來吩咐嘅。權柄嘅禱告乃係吩咐嘅禱告。若我哋真要禱告在神面前有分量、有價值，就必須能在神面前發出權柄嘅命令嚟。權柄嘅禱告係有兩種嘅，捆綁同埋釋放。普通嘅禱告係求神捆綁、求神釋放禱告。權柄嘅禱告係我哋用權柄來捆綁、來釋放。咁我記得呢，權柄嘅禱告係點呢？係求神，即係普通嘅禱告係求神去捆綁，係求神去釋放嘅。咁但係權柄嘅禱告係直接嘅用權柄來捆綁，直接用權柄嚟釋放嘅。所有有份量、有價值嘅，都係在神面前發出一個權柄嘅命令嚟㗎。咁因此，權柄嘅禱告係一個吩咐嘅禱告嚟㗎。權柄嘅禱告就係馬可11章20至24節嘅禱告。這個禱告不是對神說，但係對這座山說㗎。咁記得我哋啱啱都講過啦。普通嘅禱告呢係求神去捆綁，係求神去釋放。但權柄嘅禱告呢係直接用權柄嘅。咁因此呢，喺馬可福音嗰度呢，主就特別咁講啦，誰對這座山說？係對呢座山說。權柄嘅禱告唔係求神作什麼，但係用神嘅權柄，把神嘅權柄拿來對付難處，對付那該除去嘅事。而權柄嘅禱告唔係直接向神求嘅，但係直接用神嘅權柄來對付難處嘅。得勝者最要緊嘅工作就是把寶座上邊嘅權柄帶到地上來。我哋若要作得勝者，就必須學會權柄嘅禱告，對山嚟說話㗎。咁我哋都簡單嘅嚟望望馬可福音嘅11章23節到24節。我實在嘅告訴你們，無論誰對這座山說，你得挪開，投在海裏，他若心裏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說的就成了，就必給他成就。所以我告訴你哋，凡你們禱告祈求嘅，無論是什麼，只是信已經得着啦，就必得着啦。咁11章23節嗰度呢，冇錯，主係直接咁講啊。誰對這座山說，唔係話向神去禱告，去對呢條山說，你得挪開，投在海裏。咁呢個係一個命令，係一個權柄嘅禱告。咁但係主怕我哋以為呢個並不是一個禱告㗎。咁因此呢，喺24節嗰度呢，主特別講到話呢，所以我告訴你哋，凡你們禱告祈求，無論是什麼，只要信已經得着啦，就必定得着啦。咁因此喺24節嗰度呢，就解釋23節雖然係對山嚟講，唔係對住神嚟講，對住山話你得挪開，投在海裏就得挪開，係咪？咁但係呢，主就解釋話呢，無論你們禱告祈求啲乜嘢，
就得着嘅。咁因此咧，呢個係個禱告，唔係向住神，係向住山。山亦都講到向住難處，向住我哋所求嘅。咁啊，呢個係一個權柄嘅禱告。第四個嘅終點，教會用權柄禱告就管理陰府，教會有權柄能管理一切屬乎撒旦嘅。教會該用禱告來制服邪靈在各方面嘅活動，並該借着禱告來掌權嘅。我哋若要有權柄嘅禱告，首先必須服在神嘅權柄之下。除非我哋服神地位上嘅權柄，在日常生活當中，並在一切實行嘅事上都服神嘅權柄，我哋就不能有權柄嘅禱告。咁我識許多嘅弟兄姊妹，當佢哋聽見權柄禱告呢個信息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候佢哋就會直接嘅利用權柄嚟禱告。呢件係一件好嘅事。有外面嘅認識，有外面嘅學習係一件好嘅事。咁但係我哋必須要裡面嘅開啟，裡面嘅學習，裡面嘅認識，真實嘅認識神嘅權柄。權柄係一件大事，權柄喺宇宙當中係一件大事。兩個大原則：神嘅權柄同埋撒旦嘅背叛。我哋不能夠用撒旦嘅原則嚟做屬靈嘅事。如果我哋在背叛嘅原則底下，我哋怎能夠為神去作工呢？要有權柄嘅禱告，要有對付撒旦嘅禱告，我哋必須要認識權柄。點解我哋禱告有時候主唔聽？點解我哋為咗好多人去禱告，叫佢哋得救，特別我哋嘅親人去得救？點解佢哋話未得救？好多時我哋就落在埋怨裏面，以為神聽我哋嘅禱告。唔係啊，但係撒旦拘禁咗我哋為佢禱告嘅人，只能夠有權柄嘅禱告，才能夠捆綁撒旦，釋放該釋放嘅。如果我哋唔識認識權柄，我哋就不能夠有權柄嘅禱告。冇權柄嘅禱告，就不能夠在升天嘅地位上邊對付撒旦。要有權柄嘅禱告，就必須要認識權柄。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在一切事情上邊，都需要服從神嘅權柄，亦都需要服從神在環境當中嚟設立嘅代表權柄，包括我哋嘅先生、年長嘅弟兄。職場上面有許多我哋嘅上司，甚至政府都係神所設立嘅。神用許許多多嘅事嚟叫我哋看見權柄嘅大事，亦都叫我哋看見我哋呢個人係不能夠服權柄嘅，叫我哋能夠藉住佢嘅生命嚟服呢個權柄，在權柄當中有權柄嘅禱告。但願主憐憫我哋，叫我哋都能夠有所認識權柄嘅事。第六個嘅終點，權柄嘅禱告乃係以天上為起點嘅，以地上為終點嘅。權柄嘅禱告從天上禱告到地上，乃係站在天上嘅地位，從天上禱告落嚟嘅，禱告到地上，禱告落嚟嘅就係站在基督所給我哋在諸天界裏嘅地位上面，在嗰度用權柄命令撒旦，拒絕撒旦一切嘅工作，用權柄宣告話神所已經命令嘅都該成功啦。我哋已經在升天裏與主一同在升天嘅地位上邊，我哋需要在對嘅地位上邊在天上與主同工，一同嘅嚟用權柄嚟禱告。第七個嘅終點，禱告嘅地位乃係升天嘅地位，禱告嘅權柄又係升天嘅權柄。所有在升天裏嘅禱告都是權柄嘅禱告。
權柄嘅禱告就係能站在升天嘅地位上面發出嘅命令嚟。我哋若在升天嘅地位上面，我哋嘅禱告就等於神嘅行政，等於在嗰度執行佢嘅命令。有咗升天嘅地位，有咗升天嘅權柄，也能發出權柄嘅禱告嚟。一到這個時候，我哋這個人就是在寶座上邊和主一同掌權嘅。到了呢個時候，我哋嘅禱告不光是個權柄嘅禱告，也是個掌權嘅禱告。我哋嘅禱告就係執掌神嘅行政，執行神嘅命令。我哋肯去學嘅時候，到一個地步就能發出咁樣嘅禱告，叫神永遠嘅定旨得以成就嘅。盼望主能夠憐憫我哋，叫我哋能夠由裏面開啟，裏面嘅認識，真實認識權柄喺宇宙當中係一件大事，以致叫我哋能夠服權柄，都能夠作佢嘅代表權柄，藉着權柄嘅禱告喺天上與主同工，捆綁撒旦，與撒旦爭戰。希望今日嘅分享能夠幫到弟兄姊妹。拜拜。